那既然就说到这份儿了，我就敞开心扉。对，是这样的，其实我，说话你不知道，我近1年来嘛，突然不太想上班，不想到单位去了，就一点不想去，特烦。我也不知为什么，就是觉得到单位没什么意思，日复一日重复这么一样工作，就烦，不想去。除非有什么特殊案子，我才能去静静心。平时就觉得这上班对我是个负担了，可能是也没有那种新鲜感了，也不知为什么。我挺苦恼的，我也反思。哎，自从招这个女助理以后啊，情况变了。就这个女助理啊，真的人她特别阳光，特别热情，而且她又很时尚，待人接物特别得体大方，就你会觉得很舒服。哎，自从来了以后，我突然间我被点燃了，我指的工作热情啊，点燃了，就特别的开心。哎，觉得就是阳光灿烂，每天工作也有劲儿了。以前我真是到11点，有时候到中午才赶过去，现在我每天早上8点半准时到单位。哎，工作特别的舒心，通体舒畅。我不知道你能理解我的这种感受吗？觉得自己年轻10多岁，不年10岁的不至于，但至少那个工作的干劲增加了10倍。当然我没有歪门邪道啊，真的是很健康的，就是快乐，工作有热情了，点燃了。啊，行吧，你说这些话吧，我觉得，当然了，也有可能是真的，是吧？你们呢，并没有什么关系，只是你看着他高兴，养眼啊，哪天乐意上班了，在家待着无聊了，也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王琳琳就多心了。行，我知道了这事儿啊，我想想，我看看我怎么做，为你做点什么，好吧？还有别的事吗？就要说这个。啊，那行，那你回去吧，我想想。不，我还没说完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最近我突然这种迸发以后哈，人的这个情绪啊。就这个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现在不是还聊的是跟这女孩事？你们俩不是没事吗？对，但就你看着她高兴吗？别的别跟我聊了。我要打住，我不想听你现在什么状态。米饭，闭嘴！不是你听我说。不是你没在公司干过，你不太懂。我不想再听你这些事儿了。你不是已经没别的事儿了吗？你在什么状态跟我没关系，别跟我讲了啊！我听明白了，咱俩就这样了啊！我还好些事儿呢，再见，不送了，该干嘛干嘛去吧。行了，我想想，这事琢磨琢磨啊。不是，你。这娘们儿迷阴阳脸儿啊！接下来你什么打算呀，爸？是准备回咱自个儿家住啊，还是还在丈母娘家呀？哪儿都行。要我说，干脆您就甭回咱自个儿这住，还在丈母娘这住得了。我看现在丈母娘对你挺好的，但我实在是不想再麻烦人家。麻烦什么呀？我现在觉着你们俩越来越有默契了。哎，这要领丁你突然一走，我估计丈母娘还不适应了呢。我今儿先表个态啊，反正只要您高兴，您痛快，我怎么着都行。啊，不是你啥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反正你心里有数就行。好好开车吧。正准备出门了。对，大概20来分钟到。啊，咱就在你们楼底下找个什么咖啡馆什么的就行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那行就这样啊。哎，拜拜。啊，回来了。啊。哎，大夫怎么说的？大夫说没事了，再有1个星期就可以把这板拿下去了。太好了，哼，那您也不能大意啊，这1礼拜也得住院，别到时候好家伙再复发，再出什么别的事儿啊。您这要出去啊？啊，我出去，我去跟你小姑谈谈去。哦，对，你是得跟他好好谈谈了，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闹什么呀？我跟您说，金大哥，就我们米儿他爸烦人着呢，一天到晚就不让你有个消停时候。我跟你讲，要不看小米儿的份上，我才不管他们俩这事儿。讨厌，我去弄去了。哎，对了，冰箱里有吃的，给你爸做。哦，你放心，我们吃过了。吃过了，哪儿吃的？在外边吃了点，刚才没事。别老凑合，家里有饭。我走了。哎啊，慢点啊，妈。走了，金大哥再见。啊，好了。哎呀，坐吧。你嬉皮笑脸的看着我干啥？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啊。咋还没动静啊？什么动静？
不是爸，你一天到晚这动静还小啊！你瞧前一阵给我忙的，这一天到晚净忙活你，我什么也不用干了。我是说你跟小米的动静。我俩怎么了？我俩挺好的呀。不是你俩结婚都小半年了，这天人进口的事儿，哎呀，爸，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，行吗？我有数，我这一直是抓紧着呢。你别着急，别着急。你不是学这个的吗？你就得比别人快呀。不是爸，我跟你说，这跟我学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有的时候这事儿他不以这个人的意志为转移。就我们那老师，当年教我那老师，现在都50了，到现在还没孩子。你们老师的事儿我也管不着，我就想早点当爷爷，抓紧时间。你形势喜人又逼人的。我说他怎么死活不开除这桑尼呢？合着这放在身边养眼啊，都成了上班的动力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是，不是，那个，嗨，怎么说呢？反正我觉得他们俩真的是肯定没事儿。我觉得你应该放100个心。放100个心。这老米现在没有这桑尼，他都不上班了，我还放心。不过淑华姐，我还是要谢谢你。你要是不告诉我这些啊，我还蒙在鼓里呢。我想好了，我今天回去我就问问他，是这桑尼重要还是我重要？如果他不开除这桑尼，我就跟他离婚。啊？我先走一步。嘿，我这忙帮的。淑华，淑华，干嘛？我跟你讲，老金还住在你家里吗？在呢。这个人呐，人品很坏的，说瞎话。嗨，再说了，如果他还在你家里住的话，结婚之内都会有说闲话的哟。说什么呀？我闺女是他儿媳妇儿，是吧？这个家就也是他的家，有什么可说的呀？不是，就是我到你家之后啊，我放不开的。不是您要放开干嘛呀？您这是？他一天知心话呀，所以说贴心的话。吴老师，我跟您说心里话啊，咱俩呀都不能算一代人，我跟您没什么共同语言，没什么可聊的啊，真的啊。宋华呀，这个，我跟你讲啊，老金这种品德呀，他的腿不会好的。怎么样？问了没有？我让你问你爸那事儿。没问。怎么没问呢？你怎么那么费劲让你办点事儿？我是想问来着，我这话都到嘴边上了，我就说不出口了。怎么就说不出口了？说不出口。你说这话我怎么问呢？这我要问深了不合适，对不对？咱都是当儿女的，你说直接这么问是不太合适。我要问浅了，那我爸这肯定装傻，老奸巨猾，什么都问不出来，反而还暴露了咱们的目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老婆，我觉得你不愧是当记者的，通过这几天我的观察呢，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我爸跟你妈好像还真有点事儿，是吧？要么我说呢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咱这么办，咱俩不干涉，这绝对是个好办法。我跟你说，就不管我爸跟你妈这关系怎么发展到什么程度，咱俩都让他们顺其自然，不干涉。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们俩要在一起的话，你有没有想过咱俩什么关系了？咱俩还是原来的关系，咱俩关系不变呢。怎么不变呢？变了，更亲了。我发现金亮，你这人就是，我跟你说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怎么那么不正经？我觉得这个咱俩就不干涉他们，咱俩再观察观察。吃饭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事儿你必须得。一会儿吃饭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一点态度都不能。咱说了半天都没说出个所以然。咱俩绝对不能漏啊！咱俩再观察观察啊，乖啊！你站住！琳琳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能再听王振华在那煽风点火。他什么人你不清楚吗？唯恐天下不乱那是。我多亏了王淑华，不然我还蒙在鼓里呢。你看着人家养眼阳光，我想到他我就恶心，我就想吐。
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你给我句痛快话，你的丧你是辞还是不辞？你越这么说，我还越不能辞。本来没事的，这一次显得我心虚了，有事了，此地无银了。我最后问你一遍，辞不辞？辞不辞？你把手放下，你把手放下！你在这门道大不了离婚啊！你怎么不躲呀你啊！哎呀，今天又做虾头吃着。哎，干嘛呢你？不是我，怎么一到吃饭就你积极呀？都没来人呢，你干嘛？吃一块虾头。不行，来了人再吃。而且我告诉你啊，这东西不是给你做的，今儿，这是给小亮他爸做的，知道吗？这个东西啊，人家说吃这玩意儿最补钙了，对长骨头妈，有好。你现在最疼的不是我了。你这孩子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那我最疼谁呀？除了你还有谁呀？来，金大哥，哎，您瞧瞧，今儿我这一虾两吃做可好了。您别看这虾头里面没有肉啊，这里面我告诉您，虾油都有。咂巴完了可别吐，这得咽喽啊！这东西特别补钙。我知道，大妹子，你不用照顾我，你多吃点这个青豆，这个对人身体好。我自己来，成了。你吃吧，吃啊吃啊，你不要吃虾头吗？妈给你来一个。发现你这孩子可真，哎，吃饭吃饭。接电话去，姐。金大哥，您瞧养闺女有什么用？这还闺女呢，这要儿子更完蛋。小亮除外啊。喂，王世华，你什么意思你？王世华，我怎么了？我招你上去啦？你为什么要跑到王琳那里挑拨呀？鼓捣他跟我离婚，你安的什么心？哎，你神经病啊！我什么时候挑拨了？我好心好意劝劝他。有你这么劝的吗？啊！我把你当自己人，把一个男人内心最隐秘的那一部分，一点实话告诉你的。你可好，你转身就告诉王琳琳去了。现在好了，现在好了，啊，他闹着跟我离婚了，是不是你很满意，幸灾乐，高兴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告诉你，米饭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再也不管你的事儿了，行不行？行，我高兴，你们俩离婚我高兴，行了吧？高兴都死了，成不成？哎，我发现你这人真够不可理喻的。我好心好意帮你去劝他，我不是为了你们俩好吗？啊，我这好心倒成驴肝肺了。那你以后你甭跟我说你们家事儿了啊！你以后你少上我们家来，你甭进我们家门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敢进我们家门，我把你打残废了我。我要再理你，我王字倒着写。够可以的。哎呀！气死我了！妈，我跟您说啊，那王字倒过来写还是王？你这孩子，我跟你说，你就知道向着你爸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少惹我生气。你跟我爸嚷嚷什么呀？怎么了又？你爸这人最烦人了。你别跟我说，我懒得听。那行，不跟你说。金大哥，我跟您说，我告诉你啊，米饭这人，您就没见过这么烦人的人。他年轻的时候吧，因为我管的比较严，你知道吧？他呢，在男女问题上还没有过任何事儿，这人在这方面没毛病。
还要再离？你说这离婚也上瘾，什么事儿这叫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爸绝对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的男人。我妈这都走了快30年了，老爷子一个人就这么多年一个人挺过来了。哎呀，我跟我爸这种男人才是值得托付终身的呀。我爸跟你妈要真有事儿啊，我爸绝对不会亏欠你妈的。你给我闭嘴！别老动不动就把你爸跟我妈扯在一块儿。我妈还没答应嫁给你爸呢。那还用答应啊？你没看刚才俩人吃饭在桌子上那亲近劲儿啊？你吃一个虾头，给你来勺豆。哎呀，这个体贴，这个默契都酸死了。哎，咱俩就时刻准备接受这个现实吧。什么现实？你干嘛？这种现实就是你给我当马菊。哎呀呀！别闹！我的腰不行！哎呀！陈进，冲啊！哎呀，行，让你说。丁老师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说。你觉得我这么做有意义吗？怎么了你？没有，我现在就是想吧，我越来越理解你跟我说的话。搞艺术这行真不是人干的。你知道，我有时候在想，你说我花了钱了，我花了精力了，我怎么就得不到回报呢？我什么回报我都没有。你知道，就我辞职那会儿，我觉得在离我不远处有一扇门，我只要走过去推开这扇门，我就能发现一片适合我生长的土壤，我能在那儿长成参天大树。但是我现在发现我只要走一步，那门也走一步，我越走那个门离我越来越远，我摸不到这扇门了。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，真的。你最起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呀，你能享受那种追求的快感。我就不一样，我这人从小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你就说报考大学填志愿那会儿，我们班同学刷都填好了，就剩下我。老师急了，说你不会填啊，想干什么你就填什么。我心里话说，老师我真没想过，我干什么都行，我真是这么想的，我觉得无所谓。后来进报社工作，每个月能按时发工资，我就挺满足的。当然了，要是能多发点奖金那就更好了。哼，可是小米就特别不一样，她好像跟你挺像的，你们都特想干自己想干的事儿。不，你说我这样是不是不好啊？挺好的。女人嘛，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自己又喜欢，这不好事儿吗？哎，你知道你这样最适合做什么吗？最适合做什么呀？你最适合做……我不告诉你。这讨厌，你快点说。哎，不说。哎，哪有话说到一半去呀？不说了。下回。老爸，你来干什么？你不上班，你来干什么？给上班。来看看你都成这样了，我怎么能不来看看你呢？我看看，哎呦喂！别疼不疼啊？能不疼吗？哎呦，你别太担心，大不了轻微脑震荡也就。这王琳琳也真是的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动起武来了。他也配当君子？他不是君子。我以前以王琳琳嘛，好像也知点书打点理的。哎，真不讲理起来哈，比你妈有过之无不及。哎，老爸，你说归说啊，
别扯进老妈，她又没惹你。就是你妈那个嘴扯老不舌，把我的私房话、知心话全传给王琳琳了。要不头能伤吗？能伤成这个样？这老妈不是也是好心是吗？就想帮忙。帮倒忙。行了，你就别想那么多了。你看这事儿也闹这么大了，你打算接下来怎么着啊？哎呀，我要知道下步怎么办就好了。哎呀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大不了离呗，离婚，我又不是没离过。再离一次又何妨？老爸，有魄力。哎呦，好了，别委屈了，委屈我看看。有你这么什么魄力？有你这么劝的？行，老爸，我安慰你，我安慰你啊。痛苦，真的很痛苦。哎呀，真是。小亮，哎，妈，别在这喝茶了，赶紧带你爸进屋给你爸洗个澡。这大热的天儿，你爸多少天没洗澡了，身上多黏呢，多难受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这么一路过，闻着都有味儿了。啊，快去！现在洗澡呀？你打算什么时候洗呀？我发现你们年轻人干事什么都往后拖，先干完了，让你爸舒舒坦坦的多好啊！去，叫你洗去啊！不用，我自己洗就行。什么自己洗呀？你回头你自己洗，那洗手间那么滑，那条腿也摔裂了，怎么办呢？那骨头。听话啊！赶紧，带你爸过去，快！好，对，洗，走啊！我陪你去给你洗啊。慢点，拿着拐。对，把拐拿着。没事，我扶着你，你还不放心？我把拐洗了。啊。慢点。妈，看见没有？老头脸红了，都让你给说的。什么脸红了？我瞧他爸那脸色，什么色儿都那一个色儿，就是黑了。干啥呀？脱衣服，你洗澡。我自己不会脱衣服，还用你给我脱呀？我赶紧出去。好，现在你自己快出去吧，我自己能洗。你看你还不好意思。啥不好意思？快去，我帮你自己洗，做后背。我自己还不能脱吗？这样。不是，那你能行啊？行，快出去。你真不用我呀？真不用。妈，我今儿见着老大了。哎，你怎么不问问他什么状况呀？问这干嘛呀？他过他的，我过我的，我管他呢，爱怎么样。嘿，你以前不是老隔三差五的给他打个电话骚扰他，怎么啦？现在不问啦？我什么时候骚扰他了？那不是你小吗？这不为你吗？现在你长大了，我还理他干嘛呀？真是。这茶小亮泡的吧？教教你老公怎么泡茶，弄那么苦，笨。哦，傻样吧你？太舒服了。你别动，疼啊？不疼。好了，没了。没了。这个，你逃过了。我怎么不长3只耳朵呀？妈呀，再舒服一会儿。行了，快歇会儿吧啊！我给你收拾，咱们4点走。我看还有2个半小时，你可以睡会儿啊。哎，干嘛？坐着陪我聊会儿天。哎，你坐这儿。行。那个冬梅，这儿先别打扫了，到下面打扫啊。好，开灯。怎么了？他又来找我了。谁呀？我前夫，他要跟我复婚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真的，琪琪。我怎么说呢？我早就想跟你说，女的真不能一个人过，真的，一个人过受不了。过去我一直带孩子，不觉得忙得4脚朝天的。等孩子一大，我到了50岁以后，我告诉你，经常晚上一个人在家，我脑子里。原来觉得寂寞这个词儿都是书上写的，都是歌词儿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一个人在家，经常脑子里嘣儿就蹦出来，真寂寞。我
30多岁的时候，小米刚6岁，我跟他爸离了。当时也是到了婚姻的疲劳期了吧叫。我看着他就烦，我真不想跟他过了。哎呦，我心说我一个人带孩子多轻松，我还少伺候一个人。哎呦，非要离。我妈、我爸、我所有的朋友都不同意，说你干嘛呀？离什么婚？不行，必须得离，不能过了。哎，离完之后没多久，其实我心里就有点后悔了，自个儿带孩子真挺不易的。完，我妈就说我，人家米饭也还一个人呢，又没找人，你就跟他复了呗。本来好好一家，你干嘛非给拆了呀？其实吧，我心里也有点想，但是我就觉着，我已经做了的事儿，我哪能后悔呀？哪能让人家看笑话啊？我就不，我过得非常好。哎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我全是这观念啊，都是做给别人看的，坚决没负。嘿，人家就认识王琳琳了，俩人见面不到2月啊，结了。我一下就傻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把我给难受的，肠子肚子都悔青了，真的，天天哭。他们结婚以后，我大概有1个礼拜吧没起来床，每天我们家米儿问我妈妈你怎么了？我说没事，妈妈重感冒，别进来啊，进来传染你。难受死我了，真的，可不能犯那糊涂。可是我跟你这情况不一样啊。怎么不一样？我俩都是公众人物啊，我们俩离婚那会儿，这报纸、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，人都知道他跟一女孩跑了，那女孩现在把他甩了，又跟一导演好了。哦，人家跑了，他找不着人了，反手来找我，我再跟他好，丢死人了。这有什么丢人的？你那日子过给自己的，你又不是过给别人看的。人家倒都不说你了，你天天一人在家待着，你就这么想。全当这世界上就剩你们俩人了，没别人啊。你愿意不愿意跟他过？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就剩我们2个人呢？你现在生活里不是也没别人吗？你就全当就你们俩了呗。我生活中还有一个人啊。你生活中还有谁啊？一粉丝，中学老师教英语的。人怎么样？长挺好的，个子高高的。这好啊，多好啊！他当老师的，每年有寒暑假吧？一到暑假你就拉着他上戛纳了，好莱坞、黄金海岸到处玩去了，还不用带翻译了，他还会英文。是挺好的，我也这么想的。就是社会地位，我们俩有点。哎呀，我觉得想这最没用了，什么社会地位呀？今儿看你们俩有社会地位的差别，哎，过10年呢，就是一群老头老太太。真是的，还社会地位，你可想着没用的。你甭管跟谁，跟你前夫也好，跟这粉丝也好，只要你再结婚，你必须得穿上婚纱，2个人必须在婚礼上有个承诺，要不然特不吉利。我就是，我跟米饭，我们俩4菜1汤，猪肉炖粉条，呵，3、5个人一块儿吃顿饭算完事儿，不行啊。穿婚纱啊，老师来电话了，快接吧。我下楼给你收拾收拾，然后睡会儿觉啊。快接快接，有人挂了。喂，淑华，你还和这种品质不好的人住在一起呀，很危险的呀。哎，他今天说瞎话，明天指不定给惹出多大的祸来了。您就想跟我说这个呀？成，我记住了啊。哎，还有一件事情啊，什么？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儿子过几天呀，就从美国回来了。哦，是吗？是的。回来看您呐。哎。哦，那好啊，您让他多陪您说说话，省得您老一人闷得慌。哎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怎么样了？建亮，你放心吧，你爸的脚啊全好了。真的？啊，你看你。哎呦，我还看。这骨头缝儿全长齐了。哦。是吧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行了行了，叔叔啊，你呀要当心点儿。这人上岁数啊，这骨质容易疏松，你呀一定要注意点儿。
当心当心，我一定当心。哎呀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些日子把我折腾稀了，那最糟的。那个，就接下来是不是需要注意点什么？就是不要剧烈运动，好好在家保养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好吧，记住了吧，爸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行，走吧，谢谢你了啊！哎呀，叔叔您客气。到花里浇点水了。行，好。感觉舒服多了吧？哎呀，太舒服了。行了，你赶紧回去忙吧。我兄弟下去，我得给你打上车，我才能走呢。我打什么车呀？这些日子把我憋屈坏了。这腿好容易好了，我自己溜达溜达，逛逛商店啊。快回去吧。那行，那你路上小心点啊。哎，你过马路你看着点车啊。我知道了。中午别忘吃饭，爸啊。我知道，一个是去银行取钱，好，然后是去取衣服到洗衣店，然后我就给您挂在衣橱里呗。好，你放心，这2件事我都办今天啊。哎，再见，再见。怎么样？都好了？全好了。照片子了吗？照了，医生说恢复的杠杠的。嘿家伙，真棒！我给你走2步。呵，真行，大步流星的。大妹子这些日子在你这儿养伤，你受了不少的累。我从医院出来以后，就直接去了商场，给你买了件礼物。这次是真的在星光天地买的。什么呀？这衣服啊？衣服。呵，挺好看。我回屋试试去啊。回头出来穿给您看看。我的妈呀，这事儿真够气的。金大哥，衣服真好看啊，多鲜亮啊，真好看。那你怎么不穿上让我看看呢？不是，这没洗澡呢，身上黏糊糊的，那个得有场合的时候再穿，重大场合的时候再穿呗。哎，金大哥，您看您这腿也全好了，咱俩庆祝庆祝，喝点小红。庆祝庆祝。大妹子我已经不喝色酒好多年了。您管这叫色酒真够难听的。我跟您说，金大哥，人家说了，老年人每天喝1杯红酒对心脑血管特好，晚上还安眠呢。您以后每天晚上应该来1杯，真的，又不是没钱。以后要学会保养自己，必须的。碰一下，健康。吃豆是挺好的。大妹子，这个我想问你一件事儿，不知道该问不该问，你别生气啊。说呗，呵，您可真行，我还生气。你这个人吧，心地善良，人长得也好看，你一点都不像这个年龄的人。显得可年轻了。虽然这个脾气吧不太好，但是呢……金大哥，这我可不爱听啊！谁脾气不好？我脾气多好啊！我哪儿不好了？我顶多也就是这2年稍微有点更年期，有点爱着急，但也不能算脾气不好。真的，我跟您说，我打小脾气就好，我干嘛我都哼哼歌，从来不生气。得，我不打断您，您接着说。虽说脾气有点不好，你说这过一阵子，小亮跟小米赚到钱了，人家年轻人就会自己买房子搬出去住了，那你就没想过，今后这日子，你打算怎么过呀？跟您说老实话吧，我还真没考虑过。原来就是小米儿，我跟小米儿他爸离婚的时候，米儿才6岁，刚上小学1年级。您想想，离了婚，我一人一天到晚跟打仗似的，弄这么一孩子，
大冬天的，我天不亮就得起床，把他叫起来洗涮、换衣服、穿衣服的，收拾完了吃完早点，好不容易把他送到学校去，我马上就得奔菜市场买菜买东西，回来就是收拾屋子，然后一直到4点多钟把他接回来，再来晚饭看着他做作业，一直到晚上9点半10点的样子，关门说睡觉了啊，乖听话，拜拜，这才关上门。我这才有一会儿安静时候，我一人在客厅看会儿电视，累得不行了。第2天天不亮还得起呢。就这么过了多少年？您算算，从小学1年级，一直到大学毕业，我觉着我就从来都没空想自己的事儿。也就是前一段吧，他刚跟小亮结了婚了，这搬到您那儿去住了。突然剩我一人了，这么大一房子，我天天在屋待着，哎呦，我都想这可完了，我这过的什么日子？我每天干嘛呀？我都不知道干嘛。哎，老在这屋子当中来回溜达，我觉得我好像记性也没了。哎，我刚才要干嘛？反正就神经了都。我想这可不行，我必须得干点事儿，所以才找的琪琪，又找份工作。您要说往前走一步，您是不是想问这意思？说愿意不愿意再成个家？我可没想过，这么些年一个人也过惯了，过独了，什么人也觉得挺难接受的，真的。我觉得一般单身母亲带着孩子，好像注意力全都在孩子身上，一般都除了孩子大了啊，一般都不结婚，不像男的，真的。你比如说您吧，金大哥。您好，还俩孩子，您怎么熬啊那日子？您就一直没个女朋友之类的？要说有吧，也不算；要说没有吧，还真有，是吗？那个，我们矿上啊。有一个女的，年龄跟你差不多，但是看着比你老，但是还挺耐看的啊，人吧就是心肠特别好啊。那个时候我不是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吗？挺困难的。她在我们矿上呢打零工，她挺同情我、可怜我的。我那个时候在矿上。不还当个领导吗？工长，副股级干部算。有时候我加班忙，然后他就经常帮我照顾我小亮跟他姐姐，孩子睡觉害怕，他就过来陪陪孩子。我挺感激他。那你干嘛不把人给娶了呀？人家有家，我不说了吗？她有丈夫嘛，常年得病嘛。前半个月给我发了个信息，说她丈夫走了。这么多年吧，其实也没有更多的联系，就是过年过节了，互相打个电话问候一下。她姓李叫李曼玉。嘿家伙，张曼玉她妹妹。不是，她是东北人。开玩笑。您瞧瞧，您瞧瞧咱俩这命。来，碰一杯。祝咱俩幸福。咱俩都不幸自个儿幸了，该